碟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勒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三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下面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一粒来启用，今日启用文第12，诗篇40篇，我来启，恁来引。我耐心听候上主，伊有阿耳孔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予我徛伫石盘顶，予我的骹步安稳。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这声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啥人会通甲你比？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要讲嘛讲袂了。这事甲礼物你无爱，小法者甲赎罪者你嘛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所以我应讲，我伫遮。这声，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入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你的律法伫我心内。做伙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感谢你赏赐阮的一切，一切拢是你赏赐阮的。主啊，求你帮助阮时刻装备阮家己，通互你来使用，来完成你要互阮完成的大使命。即日阮要求圣神带领今日的聚会，自起头到落尾，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即日我来报告。第一，本会消息。第一小点，本主日为西屯教会主日，欢迎张仁和牧师前来请安报告，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本会本主日各场礼拜举行十一月份庆生会，祝福各位寿星健康长寿，福杯满溢。本会特别以全联礼券甲运电卡表达祝贺。第三，本主日下午3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11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第四，小会公告。第一小点，定伫11月16日下午3点到6点举行中职训练会，敬请23届中职参加。第二，定伫12月7日举行第23届中职就职礼拜，同工的第2、第3、第4礼拜联合聚会，请就任的中职请正宗参加。第五，本会定伫下主日为圣诞喜寿爱无限奉献主日，本会甲市府以及
信望爱基金会合作举办圣诞喜寿爱无限关怀弱势活动，鼓励兄弟认献每一户500块，同时信望爱基金会补助500。疫情期间，做伙来关怀油厂竞中清风附近的4级贫户，总共有200户，每户1000块，全年礼券加圣诞礼物，敬请兄弟做伙来响应慈善行动。第六，本会定伫11月23为2025年感恩节主日，伫要举办第一感恩见证礼拜，欢迎兄弟见证分享，请伫下主日进前向办公室报名，交见证稿。第二，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伫11月30下午9点到下晡5点，地点伫教会府堂头前的广场。请关会带身份证前往关会，关会的人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关会的时段征求志工，请向小组长还是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具体消息。第一小点，欢喜的消息，恭喜本会张汉成兄弟甲蔡依芬夫妇有一个查甫婴仔，咱甲恭喜。第二，社青牧区定伫115年1月初9到3月20，每礼拜的拜五暗时7点半到10点，总共有10堂的课程，冠冕理财、经商有道的课程，教咱如何管理钱财、应要神。地点伫3楼的图书室，费用2500块，名额12名，欢迎兄弟向办公室报名并交费用。第三，互助社的报告。第一，社员消费性价利率贷款15万，利息3.6%。第二，社员在职军工教警贷款30万，利息3.6%。11月30进前查止。第三，无利息的助学贷款已经开始到协会，每一学期助学贷款额度额满，就要查止受理办理。欢迎伫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读册的社员，有意愿贷款的，请向互助社洽询。第三，教界消息，请牧师。高雄中华传道部伫11月29上午8点半到下晡2点办中级信徒训练会。这帮有邀请台北中山教会的主任牧师叶启祥牧师。感谢主，伊有个人真水生命的见证，甲伊的教会带领这个门徒真有成果的经验要甲大家分享。地点伫公山教会，费用200块。这200块其实迄天要办道，办道就是咱咧食的道，像阿基西办的迄种道，所以是真好，咱就爱伫11月16进前爱报名，欢迎咱参加。第二，高中教社部。定伫11月15，10点到12点半，伫咱教会举办教会社会同心节美共享，就是教会免伫即个社区会当伫生态伫即个环境方面，拢会当真好的一款的经验的分享。欢迎参加，报名费100块。要参加的11月初8，办公室报名。第三，这个风剧团12月12，甲12月13、12、12是暗时，13下晡甲暗时，有演出圣诞快乐、感恩有你的这个
戏剧伫文化中心，原来票价300，但是咱也有带领模特朋友，一张要送一张吼，请咱会当踊跃来甲咱的办公室来购买吼，来登记吼。票已经来，咱会当去买吼。兄姊妹，这是咱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吼。下暗5点半就开始报道，即伫即个汉来大饭店有庆生40周年吼。若有报名的人，请会记得吼，爱去参加吼。咱今日是进入11月吼，11月第一主日，所以咱有要庆生吼。请11月寿星会当徛起来吼。包括牧师嘛是11月吼，11月。咱也为寿星祝福，主耶稣，阮为着11月份的寿星，感谢你，因会当伫上帝恩典，嘛会当伫即个世代，诚做上帝百姓，阁会当为着上帝的国度来拍拼，会当为着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将即个福音报传予更较侪人，求上帝使用因，予因会当诚做恩典的管道，福气的出口。主耶稣，予因会当伫生日日时向上帝感恩，因也会当所有的祈祷，拢会当透过上帝面前，无论是为着因家个人的身躯的健康、工作的顺利、家庭的美满，还是伫教会有美好服侍，主啊，因的祈祷愿你感纳，愿你垂听，予因会当谦卑敬畏耶和华，照你所应允的，予因有活命、有尊贵、有好业做报赏予因。主耶稣，感谢你，因生日的时，阮用祝福，用上帝话。会当诚做因的快乐，诚做因的帮助，继续跑走上帝爱跑走伫即个世间的路上。愿献上祈祷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即贴咱来看圣经，今日的经节伫以赛亚书43章14节到21节，以赛亚书43章14节到21节，我来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主，恁的救赎主安尼讲：因为恁的缘故，我已经找人去巴比伦，我要讲出因所有城门的门串，要互家己地人的欢呼变做哀歌。我是上主，恁神圣的上帝。我是以色列的创造主，恁的君王。古早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伫大水中开一条大路。伊造卖战车、马、军队、勇士，互因拢拍落去，袂当搁起来。因受消灭，亲像灯火全部花去。上主安尼讲：毋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事件，毋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得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兼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野兽拢会尊重我，连豺狼甲刀鸟拢尊敬我，因为我予旷野有水，伫
焦燥的沙漠有河，互我的选民通啉。这个子民是我亲手做的，因会称赞宣扬我。一粒学乐，请妇女献歌队。在了
讲道，今日的讲题，看见上主的新作为，请听牧师。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主吼！今日是西屯教会主日，咱真欢迎西屯教会张仁武牧师来伫咱中间，要分享上帝话吼。张仁武牧师伫西屯教会感谢主会当，互这个教会伫逢甲大学的所在做大省的工作。这个教会当起造，佫会当买土地建堂拢真袂容易的代志，咱拢知影所以咱会当佫特别会当较济为着因来奉献祝福。仁武牧师伊的哥哥张仁正长老，较早伫海员移民中心拢咧服务。我会记，我若捌来咱教会讲道感谢主免部落伫家己专门咧做即个音响麦克风咱拢用因的产品。感谢主咱会早起真欢迎张牧师伫咱中间分享上帝话，咱拍拍欢迎伊。感谢主。陈牧师、两位兄弟，大家平安。我要请这个咱的影片的同工先来放这个有关阮西屯教会建堂的这个影片我想请咱大家来看这个西屯教会伫2019年伫台中的水南经贸园区遐有买到一笔土地2019年买到的土地是156.4万，非常贵啦拢总买到104倍所以干那买土地就差不多买6000万啦将近6000万我想咱踮伫高雄地区的兄弟应该嘛拢知影因为台积电落来伫南部遮这个起工厂所以周边的土地拢全起来台中嘛差不多是这款的情形所以这个信徒咧累积建堂的基金，永远对袂着这个土地起价的速度啦这是阮伫这个起造新礼拜堂的时阵拄着足大的问题。总是感谢主，2019年阮买到一笔土地，2022年开始起一直到就是旧年2024年的时阵，阮完工今年的3月，阮就对旧堂搬入去新堂伫使用，一直到现在8月底时，阮有举行过献堂的礼拜大概是安尼。可能有兄弟问讲，牧师恁都已经新礼拜堂拢起好安尼就轻松哪着搁四界走去募款我想讲，淡仔嘛爱甲咱兄弟报告啦有完工无毋对这是阮的完工的时阵的这个相片拄头前这看的时阵这是工大的部分。阮的教会较特别，新堂较特别是将主堂甲伊放伫地下1楼啦。原因是啥物？原因是因为阮买到的土地是各地脚地各地意思讲两边拢临大路，所以按照即摆的建筑法规你两边若是拢挖大路的时阵，你袂当起甲搭，你必须爱揪入来往内底揪两边拢挖大路，两边拢往内底揪纳米了后，本来104平的土地，地面上会当起的无够40平，所以无法度，只好乌对涂骹落去安尼到我都得到上大的这个空间啦所以，阮不得已将这个礼拜堂甲伊主堂甲伊设计伫这个地下1楼地下1楼总是要安怎互伊会当讲感觉讲，虽然是伫1楼，总是你袂感觉那纯是伫1楼，所以这个采光啦这种空气的流通就非常重要这是阮已经完工了，即摆看到的相片是完工了，未搬入去的时阵。所翕的相片新堂较特别的所在是伫
伫讲台顶有一丛树啊，吼，咱看即个正面的相片吼，有一丛树啊，吼，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后壁来看头前的即个讲台吼，正面的相片是讲台的边啊，吼，正面吼，讲台的正面遐有一个天井天井吼，会当做采光。这是地面上阮起2楼，吼，地面上起2楼。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个讲台，吼。正面的相片是对讲台顶看落去下面，吼。这教会礼拜堂，阁有另外一个特色，除了讲台顶有一丛树啊以外，教会阁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对地的1楼主堂，一直到地面上2楼，有一片册架仔墙啦，吼，书隔墙，吼，会当囥册，吼，就是正面的相片安尼。好我简单来讲，就是讲，其实三重教会应该建堂的即个故事，行真侪教会拢共款啦，吼，就是讲空间拄着空间的关系，总是毋是因为空间无够，就一定爱建堂啦，无拄拄是安尼，吼。咱知影伫即个现在时代，咱要建堂吼，迄需要的经费拢是一来一去啦，特别是伫六都，吼。因为土地，因为即个建材成本等吼，你伫六都吼，全台湾的六都，你要起礼拜堂的时阵吼，我看真少有迄种伫即个1万下面的工程费啦吼。阮拢总起即个新堂吼，地下1楼，地面上2楼。拄啊，我嘛有甲陈牧师讲啊吼，伊有问我吼包含土地6000万。搁起即个礼拜堂的硬体装修设备加起来，拢总工程费拢总是1亿0700万。1亿0700万对三重教会的即个无够30户的家庭咧聚会的即款的教会是一个真大的负担。总是伫拄啊，陈牧师的介绍中间嘛有讲到，就讲。三重教会真特别的所在，是因为伊本来开拓的即个目的，就是要将即个福音传互即个附近的大学生啦。所以，从即个三重教会一开始的时阵，伊就惊即个逢甲大学的即个大专生的团契有密切的关系啦。所以伫即个遮尔。就是讲，阮去年庆祝50周年，设教50周年，吼。今年的时阵有邀请所有的即个逢甲大学毕业生倒来伫即个新堂来聚集，吼。嘛做伙来悼念过去上帝带领的恩典，吼。因为敢若要靠三重教会无够30户的家庭来起这礼拜堂，迄是无可能。是因为阮还阁有一个。真大的帮赞，就是逢甲大学的毕业生啦。即个当初时入来教会有的人，阁毋是基督徒，总是因为因去逢甲大学读册，伫遐得到福音，入来教会了后，得到福音认捌主，所以有的人甚至伫毕业了后，因献身来做主的工，去读神学院，真做牧师。伫咱今仔日的周报，我毋知是毋是有夹即个阮三重教会的即个建堂的即个简介，简单的介绍，阮有统计过，即50栋内，即个逢甲大学生因为得到三重教会的关心了后，因伫毕业了后，献身做主的工，去读神学院的，拢总26名，一间遮尔细间的教会，会当为上帝国培养26名的即个传教者。坦白讲，我想袂出来，阁有倒一间教会有啦。遮尔细间，但是为主培养26名的传教者，这毋是讲阮真厉害，毋是是，这
大专生因为来到教会，受到教会关心，因认同这间教会嘛，认同这个信仰，所以愿意献身来做主的工。所以伫阮起这个礼拜堂的时阵，有得到侪即分散伫全台湾各地的即皇家大学的毕业生的支持甲帮赞啦，所以阮教有法度大胆来起这个礼拜堂。虽然阮甲无到30户家庭平常时咧聚会嘛差不多平均台语加华语礼拜人数加起来嘛差不多无到80人所以要经一个工程费拢总1亿0700万。对阮是一个真大的负担，总是感谢主。2022年开始起，2024年旧年的时阵，阮完工。阮对2020年开始，我伫国教会、全台湾国教会安尼咧走咧募款，为着神堂咧募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行过140几间教会每一年，阮安尼算，平均阮得到的这个建堂的奉献，包含会友，拢总分做三大部分，包含家己会友的奉献。第二部分，皇家大学生、毕业生因对教会支持甲奉献，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我去国教会的这个募款，这三个部分加起来，感谢主，阮每一档平均。有得到的这个建堂的基金收入是1000万，所以安尼经过4-5档了后，佮将因为阮已经搬到新堂，所以就将旧堂处分掉，安尼得到的奉献，到目前为止，拢总工程费1亿0700万，阮即马敢若还甲剩1300万，佮欠1300万。所以拄仔有讲，牧师安尼都拢起好啊，即马剩嘛剩足少的，安尼敢有佮需要佮走去国教会去募款？我要甲咱所有的兄弟报告啦，1300万加1亿0700万比起来，当然是足少的啦，会当较轻松无毋对。总是这1300万，拢是对新老合作社借来的，借。爱包含利息，爱还，所以阮有统计过，一个月爱还即个包含本金、保金甲利息，一个月爱还30万啦。这30万是额外，是教会经常费的以外，你必须爱搁提出30万来还即个新老合作社的贷款啦。所以我拄仔有讲，对阮无到80人咧聚会的教会。通讲是一个真大的负担，所以踮遮要邀请咱有宗教的兄弟，好毋好？交阮做伙来共同来起造这个上帝的家。伫咱今仔日的经文中间，今仔日的经文中有讲起这个祭祀的代志啦，所以我想讲，咱教会有足侪遮的年老的兄弟，我特别来甲咱做伙大家分享。这个年老的时阵，咱常常拢听起有人讲，有人讲食老有3摆啦，倒3摆，记忆摆啦，目睭摆啦，下戏就流目屎嘛，对无？是毋是？这食老有3摆，嘛有人讲年老的时阵，常常发生的困扰，就亲像讲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戏，倒咧困袂去，无食爱受气，食饱就放屁。见讲讲过去，随讲随袂记哩，出门无底气，要死无勇气，只好继续活落去。无论咱是毋是有同意顶面所讲的年老的心酸啊，若是上帝允准，有一天，咱每一个人拢会变老，包含我。遐会发生伫年老生活中的挑战。检测嘛是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代志，特别是记忆歹、随讲随袂记哩即款的现象，互年老的兄弟伫生活中感觉真无方便。咱知影食老的时阵，加减有辛苦病痛，有的人的破病
毋是一时间就会当医好的，需要逐工照3顿食药啊来控制。啊，若记忆歹，常常发生。早顿了后的药啊食袂记哩食，也是已经食过药啊袂记哩，搁再食一遍，哇！这对身躯就真毋好咯，吼。搁有亲像咱拄仔讲的迄句话，见讲讲过去，哦，这年老定达不时有的这个现象。有时阵即款的现象嘛，带互囝儿孙袂少的困扰。其实，毋那是老人爱讲过去的代志啦。我想咱有的少年人嘛，足爱操弹过去做兵的时阵安怎拄安怎，敢毋是？所以人常常将过去的代志藏伫喙皮顶，这毋是咱老人特别有的专利啦。问题是纪念、回想过去的代志，到底有啥物好毋好，还是有啥物对毋对？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就有讲起过去的代志。先知以赛亚强调，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咱对这句话来想，安尼敢讲圣经的教示是爱咱完全将过去的代志甲伊放水流吗？敢讲圣经的教示是爱咱拢将过去的代志拢甲伊放互袂记哩吗？是安尼吗？如果咱对这段经文的脉络来看，先知以赛亚大声向人民宣告：救赎恁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安尼讲，因为恁的缘故，我已经找人到巴比伦，佮我要互因败落，亲像逃走的百姓，拢坐因哗哗吼的船。这句话对当时伫巴比伦在做奴隶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天大地大的好消息，因为伫公元前586年，当犹太人亡国的时阵，犹太人因互人掠去巴比伦伫遐咧做奴隶咧生活，真侪冬来因遭受到别人的欺负甲压迫。到现在，上帝通过先知对因讲，巴比伦城要陷落，巴比伦人因要啼哭。哗哗吼，所以犹太人因要平平安安回去故乡。先知讲这款的代志，这对上帝子民来讲，敢毋是因想也想袂到的好消息？毋那安尼，这段经文的15节也记录先知的宣告，讲上帝是创造以色列的上帝，是因的君王。咱将这2节的经文甲伊归纳起来讲。圣经的作者真清楚地表明，上帝是创造佮救赎犹太人的主。然后，先知以赛亚伫这段经文的16节、17节提醒犹太人，上帝过去怎样伫因中间行奇事、施行拯救的作为。虽然咱所读的经文字面上无明确地讲，无作明地讲。总是犹太人，因一听到先知所讲的这句话，就知影先知咧讲这个上帝过去伫因中间行奇事、施行拯救的行为，就是咧指古早因的祖先离开埃及的代志。迄是上帝在早以前用大权能的作为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咱对这个角度来看。先知教示犹太人，就爱对念、对思、纪念上帝过去的作为。这种的回想是重要的，特别是当因面对历史的变迁，统治因的外邦帝国巴比伦伫要败落的时阵，上帝拯救的作为嘛要伫这个重要的时刻来出现。所以先知用上帝过去怎样的拯救因的祖先。出埃及的故事来提醒人，毋望这犹太人会当相信倚靠上帝的带领。毋过为虾米？伫线接的经文，咱读到，等到安尼记录讲，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先怎线接哪会安尼讲？头前讲爱
人民就爱纪念、爱追思上帝早前这款拯救的作为，但是换1万年，即马佫念伊佫讲，恁就毋通佫纪念前的事。敢讲上帝禁止以色列人追思过去的事？上帝无欢喜伊的子民回想古早的代志吗？上帝为什么要安尼讲？敢讲人纪念以前的代志有毋对吗？回想古早的历史无帮赞吗？这段经文的19节、20节有应答这个问题，原因就是上帝要做一项新的事，所以上帝爱犹太人注意看伊将要施行新的作为，就是受掠伫巴比伦犹太人要因为上帝新的作为来得到自由，会当平安顺利回去故乡。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主张，上帝对巴比伦帝国的手中拯救犹太人的作为，这是第2遍的出埃及，好比因的祖先伫在早以前离开做奴隶的埃及地相款。因为上帝拯救的作为是遐尼奇妙、遐尼伟大，就算伫旷野的走兽、山狗、刀鸟，这些动物嘛要出声讹落上帝。这是上帝新的作为，那是行头1遍的出埃及完全相款，安尼要哪会当讲是新的作为？当然毋是啊！对历史的演变中，咱知影犹太人这边会当回去故乡，是因为波斯的皇帝古列王以成做上帝的奴仆。古列王波斯的皇帝允准因当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定起圣殿，所以第2遍犹太人的出埃及无亲像第1遍上帝降落10个灾厄伫埃及，嘛无亲像第1遍埃及法老王的军队伫后面咧追杀，甚至嘛无过红海的新约。对受掠伫巴比伦的犹太人来讲，因这遍会当对巴比伦回去故乡上大的新约，毋是过红海的新约。上大的新约是啥物？就是连外邦的君王波斯皇帝，拢要诚做敬畏上帝的奴仆，来保守上帝子民犹太人会当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回去耶路撒冷。所以，莫怪古早有一位希腊的哲学家，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人无法度踏入去共一条河流2摆。咱听有即句话的意思哦。你敢有法度踏入去共一条河流2遍？你无法度，是安怎？因为河流是安怎流动的？你第2遍搁踏入去迄个溪、迄条河，就已经毋是共款的溪、共款的河啊！这就是即句话的意思。意思是啥？意思是历史袂当倒退，往事袂当重来。人生的道路，咱是往头前行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上帝爱人毋通纪念前的事，嘛毋通想早时的代志，上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犹太人一直纪念早前出埃及的奇事，认为上帝拯救必然爱交过去完全相像，若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毋是上帝拯救。安尼，这犹太人要哪有法度了解上帝伫因即摆时代所行新的作为？各位兄弟，这段经文对今仔日的读者要宣讲什么款的信息？当咱思想这段经文的时阵，咱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启示？我认为有几项事，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大先就是圣经一再向咱表明。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嘛是救赎的上帝。咱毋通袂记哩，人咱的性命，毋是自然而然，嘛毋是偶然产生的代志。世间万物的性命的存在，是有一个创造因的主。上帝是创造佮拯救咱的上帝，
咱就存敬虔的心来敬拜伊，对上帝献出咱的感恩。这是头一项。第二项，这段经文提起对念、回想过去的代志，伊有两种无啥相款的看法。对人的现实生活来讲，咱有法度纪念甲回想的快乐，这非常重要。咱会当将过去一撮代志，甲伊记条条，这是应该的，嘛是生存的必要。特别是年老的时阵，因为咱的大脑会退化，有的人甚至会失去日期甲方向的记忆。伊若失去日期也是方向的记忆的时阵，会安怎？你会唔知影你家己活伫啥物款的时间甲空间，结果就会发生一出门，就唔知影要安怎通转来，也是袂记你家己的囡仔，将家己的囡仔、家己的亲人当作是青云人，佫感觉真奇怪，为什么青云人伫我的厝，佫对我遮尔好？如果有亲人将咱袂记哩，将咱袂记哩讲咱是伊的啥物人？也是讲，咱的亲人出门了后，唔知影通转来，我想咱一定会真艰苦心。所以人若有法度将代志家记条条，这对咱的日常生活甲生存，拢是一件好事。对信仰生活角度来看，会当有纪念的快乐，这嘛是上帝赏赐予咱真大的恩典。迄是咱伫有限的生命中，会当经验到永远活命的一角。譬如讲，规本《生命记》的旧约经典，这本册一再重复咧要求以色列人，都爱记得上帝怎样对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因，带领因离开埃及地做奴隶的故事。所以以色列人都爱记条条。佮都爱常常回想过去上帝伫历史中所行的奇事佮大权能的作为，安尼因才袂失去对上帝的信仰，知影守安息日的意义来对念上帝的救恩。另外，新约圣经嘛记录耶稣受钉十字架以前，甲伊的学生做伙食最后晚餐的时阵，耶稣捌安尼讲：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时，就纪念伊。所以，咱伫礼拜中举行圣餐的时阵，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的死所表明的救恩，互咱会当伫有限的生命中经验到上帝赏赐予咱永远活命的一角。咱对顶面提起圣经的例，就知影纪念前的事。追思过去的代志，这是非常重要、佮有意义的生活甲信仰。请咱想看卖，囡仔若袂记你父母以前养饲因的艰苦，安尼因敢会感恩孝敬父母？请咱佮想看卖，咱所以会纪念追想过去的代志，敢毋是因为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别人对咱的温情吗？同款的道理，伫信仰生活中，咱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件事，咱绝对袂当放互袂记哩的，就是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咱是上帝的囝儿。只有纪念上帝的疼痛甲救恩，咱才有法度谨慎家己的生活，归荣光互上帝。毋过圣经嘛教示咱，就爱将过去放互袂记哩，就亲像保罗伫腓立比书3章13节、14节，伊安尼讲：兄弟姊妹啊，我无掠家己罪，已经得到，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代志，所查的标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手。为什么保罗教示人就爱将后面的事放互袂记哩？迄是因为头前有搁较重要的事需要咱注意，就是耶稣基督调咱去完成的宣教使命。换一句话讲，袂记你后面的代志，惊头前需要注意的事，
有密切的关联。如果后面的事已经成做咱头前的事来行的阻碍，安尼咱就唔通继续对念后面的代志。反正咱应该将后面代志，甲伊放互袂记哩。比如讲，我伫细汉的时阵，我捌互即个野狗咬过，我嘛捌养饲过高山，为伊洗身躯的时阵，去互迄只高山咬着手。如果我若一直记牢过去迄款恐怖的经验，安尼我敢毋是看到狗仔行过身躯边就惊，甚至我嘛有可能拒绝家己的囡仔养饲任何小动物啊！我想这可能是以赛亚这段经文教人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受早时的代志所要表明的意思。如果对事纪念过去，会互咱无法度注意上帝伫现在、伫未来有新的作为，安尼咱就毋通笑念，毋通回想过去的代志。若是无帮助咱今仔日的生活，对未来需要跑走的人生道路，若是无利益，咱就爱将伊放互袂记哩，也应该努力学习放下过去的伤痕。我想起有一个故事，有一个阿拉伯人流传的故事，安尼讲：古早以前，有两个人做伴去游览，路中这对朋友因为小可代志发生冤家，其中一个人叫做小明。伊甲伊的朋友阿华扇一个喙皮，因为咧冤家嘛。阿华感觉家己受到对方的侮辱，心内足袂爽，总是伊点点拢无讲话，敢伫路中的山顶写一句话：今仔日我的朋友甲我扒一个。然后这两个朋友继续往头前行，拄到一窟水泉。咱知影伫沙漠咧旅行的时阵，足喙焦无水，看到水泉安怎，我足欢喜的。这个阿华足欢喜的，喙焦，着急要啉水，结果无小心跌落去，差一点淹死。加在伊的朋友小明看到，马上伸手将阿华给救起来。这件代志过了后，阿华就伫石头顶面刻一句话：今仔日朋友救我一条性命。小明看到阿华安尼做，感觉真奇怪，就问伊讲：为什么我拍你？你写伫山顶，我救你，你颠倒伫石头顶刻字。阿华就应伊讲：互朋友拍，写伫山顶，风一吹，真紧就无去。咱应该将这放互袂记哩。毋过朋友救我，刻伫石头顶。是因为咱应该永远纪念朋友的温情。各位兄弟，人生中有真侪需要咱袂记哩的伤痕，咱应该放互袂记哩。总是嘛有袂少需要纪念的温情，咱嘛着好好笑念，藏伫心肝底。上帝赏赐人有纪念的气力，嘛有无法度记掉一切。将往事放互袂记哩的气力，这两款人的气力甲本能，对咱的人生拢非常重要。会记哩，也是放互袂记哩，这两个物件，这两个能力，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如果咱人参像电脑，会当将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拢家记条条，安尼敢有较好？毋管怎样，我想过去的代志，有一项咱无应该袂记哩。做一个基督徒，咱特别爱会记哩上帝伫耶稣内面赏赐互人的恩典甲救恩。总是回想过去的代志，若是互咱无法度往头前行，无法度赦免人，无法度疼人，若是安尼，咱就应该学习该放下过去。无搁再对念遐往事，真正需要咱记条条的是，上帝毋干那是一个伫过去伫行奇事的上帝，上帝嘛是伫将来要有新作为
行大事的上帝，因为上帝的神就是换新变化的神，嘛是要行新事的神。愿咱人目清棍这款行奇事、行新事的上帝，愿上帝的神运行伫咱的生命中，开展新的作为，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创造阮的生命，互阮有记忆，互阮有记牢代志即款的快乐。总是阮也要感谢你，你同款赏赐阮有放袂记你即款的能力。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无将过去，无论是艰苦的事、受伤害的事，互阮会当将这代志无拄拄拢记牢牢。怎当阮的心若还阁为着过去的代志受伤，当阮的心也阁受着过去的创伤来束缚，求你透放，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放袂离过去。无论是阮对别人的伤害，还是别人对阮的伤害，求你伫恩典中，用你温柔的手保守阮、引带阮、弥补阮心内的创伤，也互阮将过去遐个代志拢放袂记你。主啊，阮要往头前行，阮知影你毋但是过去行奇事的上帝。你嘛是现在，是未来，要为阮成就大事的上帝。愿阮会当跟随你的脚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条来吟回应诗，回应诗519首，请起立吟全首。即个咱永远徛伫来代祷，感谢上帝，伊是最信实的上帝。伊若救赎咱的罪恶，咱治罪徛会牢，总是有赦免的恩。咱感谢伊，也记得咱的软弱，咱的艰苦，为了咱被办救恩，也切恳伊的使者。为着咱效力，兄弟，你有甚物款的祈祷，拢带到主的面前。咱也为着软弱的肢体祈祷，为着咱西屯教会建堂一切需要，上帝供应赐福献上代祷。也为着教会伫感恩节甲圣诞节的做这的活动献上祈祷，特别为着咱中职伫11月16有要训练。搁第12月7日要上任，咱也为着新的中职献上代祷。咱为着咱的国家，无论是有拄着
这个马太恩师的溢流带来功福，甲枫林的灾难的恢复，为着咱的5车所发生的伫非洲的低温即款大影响的控制，望会当赶紧互这个代志会当化解，咱为遮拢献上大祷。因这咱为着国家，为着世界的和平，求上帝永远施恩。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3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啊，所多谢你，互阮透过你的话知影，主啊，你是做新事的上帝，总是你的，阮会当记得上帝你的恩典。主啊，阮永远会当袂记得伫做过去，检在阮伫毋知影中间，阮拄着的伤害阮所拄着的惊吓。主啊，因为你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主啊，互阮会当得到赎回。主啊，一切不应该伫阮的身躯顶的，拢离开阮的身躯顶。上帝，你是行新事的上帝，创造的上帝，你的权能充满伫阮。主啊，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有新的眼光，阮有新的目标，阮拢会当扫查表来跑走。主啊，阮多谢你。主啊，今日是西顿教会建堂的主日，望阮通过阮的奉献，通过阮的代祷，互这个教会会起做，拢得到充分的供应，耀化伊力，赐福满满伫的中间。主啊，为着阮中间做软弱的肢体，主啊，为着林坤堂弟兄伊手术会当得到完全的恢复。主啊，雪姐伊的手骨会当得到恢复。主啊，王牧师伫过来这礼拜也要接受检查，甚至这个50件的手术，求主你永远施恩。为了杨丽萍长老娘，求上帝施恩，互伊的手会当治，互伊的身躯会当恢复。主啊，有侪阮有拄着软弱的，有白痛的，伫癌症治疗中的，愿你拢施恩。主啊，你伊伫手骨伫的身躯顶，互因会当恢复健康。主啊，阮也将阮的教会伫即个感恩圣诞的节期，有侪报道的活动，望互世间人拢会当听到你的救恩，会当成做你的百姓。主啊，互福音会当传到阮的大街小巷。最后说，将阮的国家伫拄着天然的灾难，是侪这个灾难中间、危机中间，求你来化解。主啊，互平安会当临到。主啊，这个世界，主啊，伫战争的所在，求你永远守护和平。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为着阮的肢体，为着阮的土地，为着阮的国家，为着世界祈祷。愿你感纳阮的所求，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直接来奉献，请书献同工。现在咱有这个奉献录请咱会当特别为着西顿教会建堂来奉献。因还阁有欠过1300万，求上帝施恩赐福，会当感动人，互这个建堂拢会当顺遂，互因拢无所欠过，也会当互西顿教会伫遐会当推展福音的事工，会当互教会得到兴起，得救人啊，加天庭中间。请起立。就
至圣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赏赐阮的钱财，阮也将你赏赐阮的献上担保，成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愿你甘乐，嘛求你祝福大家满满。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祝福齐恳。咱做伙来领受天顶的祝福。全能的上帝，愿你宽容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恩典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到永远。阿门。